生肖豬2026年嘅財運係有損耗嘅，而損耗嘅理解係不斷破一啲零零碎碎嘅財啦。譬如啲嘢壞咗要去整，抽盲盒公仔嘅時候，人哋一抽就中啊，你要抽好多次先中咁咯。嗱，而自僱同經商嘅朋友喺工作財運上面就持續上升啦，咁啊可喜可賀。投資會有微利，但投機同博彩就要遠離啦。事業方面，今年有貴人星嘅出現，對你嘅事業發展係會有好大嘅幫助嘅。咁不妨主動去爭取機會，升職加人工啦。而愛情方面就凶吉參半啦。單身嘅女士會容易遇到一啲有婦之夫嘅男人，甚至做咗第三者自己都唔知啊，真係相當冤枉噶。而單身嘅男士遇到有夫之婦嘅女士啦，唔覺意派咗頂帽俾人，小心甩唔到身啦。嗱，已婚嘅朋友感情就順利平穩，所以單身嘅女士可以選擇帶翻月亮石或者紅紋石，規避翻啲渣渣嘅。而單身嘅男士你就帶翻個套咯。嗱，健康方面就小病不斷，情緒麻麻，多做翻啲運動同食翻啲保健品，增強翻你嘅體質就可以啦。